Hello，我係 Ling Lam，我嚟自於香港，咁我已經加入咗康寶萊整整30年啦。咁我咧服務緊嘅社區咧係起初嘅時候咧，當我一個人去做嘅時候咧，咁但係當慢慢咧，當我做呢件事嘅時候咧，又得到好多嘅迴響，有好多人效法同埋追隨我一齊去做嘅時候咧，我就要開始同人哋去合作啦，點樣去同人哋溝通啦，點樣去協調啦，令到呢件美好嘅事情咧傳達到去社會咧，令到更多人得到愛。咁我咧就最中意咧透過嘅營養早餐嘅方式啦，仲有一啲嘅遊戲啦，同我哋啲對象啦，需要我哋關愛嘅人啦，係一啲嘅活力時段啦，有遊戲啦，一齊做運動啦，令到佢哋更加願意咧係樂在其中，同我哋一齊咧連結埋一齊咧融為一體咯。開頭嘅時候咧，我哋以為咧我哋係去幫助人哋，但係當我哋去付出俾予愛嘅時候，其實最大嘅幫助到原來人哋係幫緊我哋，因為會令到我哋知道原來我哋有幾咁幸福，先有能力去賦予、去回饋社會，幫助各有需要嘅人士。